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哎呀，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赞美主，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我们要用拍手来赞美他，我们大家用我们全心全意、全人全力献上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一起来说：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再次拍手来赞美他，嘿！我们也可以跳舞来赞美他哈。我们来左右，大家轻松一下，嘿！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现在跟你的前后左右啊，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赞美。哎，有找到3个吗？3个。嘿，我们一起来赞美，嘿，耶，我们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全人全力，再来一次赞美他，赞美主生命，嘿！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一起唱，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再次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一起说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再次让我们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我们一起说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一起说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嘿！我们今天要一直的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守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与人胜过在
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来赞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嘿，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我们一起说，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我们再次，我要全心，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一人风里，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一人风里，我们一起说，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我们再次说，一人风里，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敬拜的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我们一起开口来唱，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有颗敬拜的心，我们全人全心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心
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向主来祷告，说：主耶稣，今天我站立在这，为了就是要敬拜你、赞美你，愿是配得我们所赞美的。主，我们将自己全人，将我们全所有奉献在你的面前，交托给你。无论是现在、未来的路，主都有你与我们每个人同行。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会真诚。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每个人都爱你，谢谢你也如此的爱着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敬拜你、赞美你，愿这馨香的祭献给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灵都献上给你。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求你圣灵此刻充满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打开，让你的话语做进来，浇灌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献上在你的面前，交托在你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及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请视线的同工。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所定的安息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用心灵与诚实，同心在圣殿来敬拜赞美，又领受你的真理教导。这是我们所渴慕、意爱，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也接纳我们所有的敬拜服事。天父，感谢你创造人类，又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时常软弱犯罪，不会约束自己的口舌，爱讲谄媚、诡诈、夸大不实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这都不是你所喜悦的，不但不利于我们自己，更没有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恳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内心提醒我们，凡事讲鼓励、赞美和圣经教导谦卑、正面、造就人的话语，来容神益人。今天早上我们要通过圣灵的启示，义节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来省察、来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夸口自己，只有归荣光、归荣耀给父神的儿女。愿我们不论是讲的或是听的，都一样得到造就。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请看教会的周报的内页。首先，我们看教会消息。今天刚好是中秋节的连假哈，连续假期也是最后一天。那教会体谅服事的同工的辛劳，所以我们今天的爱餐暂时暂停一次所以今天没有爱餐。第二，按着本堂年度事工计划，我们10月份将要陆续来进行各团契的会长改选，请现任的会长注意这件事情，并且安排主持愿基督的爱催逼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他的呼召，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三，11月12号举行音乐见证福音主日，也就是我们乐团第二堂的乐团主办。那感谢主，总共有4位弟兄姊妹报名，为主做见证，请大家为着这场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并邀请福音的朋友一起来参加。第四是2023年的第4季新年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可以到1楼招待桌的地方自由索取团契消息：10月13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松年团契参加北中松年部在蒙甲教会举办的庆祝重阳节感恩礼拜，要表扬8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金婚、钻石婚、白金婚的夫妇。报名可以洽美林会长哈。第二项是11月4号星期六，松年团契要举办秋季的灵修一日游，地点呢是宜兰。那报名费是1200块，那包括早中晚餐及保险。那报名的一样洽美林会长。好，这里的奉献报告登录在这里，若是有什么出入，可以向会计来订正。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记载在雅各书4章13节到17节。雅各书4章13节到17节。来，13节，
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1年，做买卖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15节，音控15节 ，OK。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现今你们竟然狂妄自夸，凡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们的罪了。以上讲到我们要请义杰牧师，他的题目是“不可夸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跟左右邻居中秋节快乐好了，好吧？哎，中秋节快乐！毕竟中秋哈，在我们华人里面还是3大节庆之一啊。3大节庆之一哈，我看大家不管 FB 什么，大家吃的、喝的哈，玩的都很开心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怜悯跟慈爱。保守看顾我们，也愿你帮助我们，将我们失落在世界的那颗心，能够帮我们再完整的找回来到你的身边，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你对每一个基督徒你的旨意。也愿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当中心灵忧伤、陷在黑暗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你的话语成为亮光，来帮助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21世纪因为网络科技的进步，改变了很多生活的模式，很多都是新的。像在台语堂讲的就不能在这边讲了，因为对你们来讲，有听过一个电脑可以跟头刀，然后电话、手机还可以看到人。这个在我们这个年代是，我们牧师魏长老这个年代是听都没听过，不可能说手机还可以看到人，啊！因为网络进步，因为时代的进步，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啊。但是我们接收的，我们学习的，生命的价值观，其实最大大的受到有心有力的人事物的操控跟引诱。假新闻、假知识满天飞，你常常不小心点入一个东西，滑几下你就买了，因为它都有布局的。你现在选举了，前2天志梅牧师收到一通选举的电话，还会故意刚开始他不讲话喂，然后就是让你听某候选人的，很讨厌，气死了。整个社会好像充满了骗，或充满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人渐渐失去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判断的这个能力。如今我们感到我们的生活所在的地方真的是越来越败坏。人心的贪婪、骄傲、夸口，以至于现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公平公义、正直良心受到某种强大力量的压制，渐渐消失暗淡。教会在每个时代应该成为黑暗的光，指引人们走那个永生盼望的那条路。但我们知道，如今的教会却受到这个强大的力量，也就是社会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所影响，以至于常常会让我们分不清教会跟社会到底差在哪里。有信仰跟没信仰，其实我们问，我们这边有几个没有信仰的他们来看是最标准的。
你说你是为什么又华在那边笑？你看有信仰的基督徒跟没信仰基督徒到底差在哪里？我们很多人看不出来。有时候教会跟基督徒给人家的感觉只剩下外表、宗教礼仪、吃饭3餐、祷告、礼拜天上教会，其他的行为跟一般的人一模一样，甚至更夸张。其实这样世俗化价值观对教会内的冲击，对信徒的影响，在2000多年前，雅各书的作者就已经发现了。雅各书的作者，今天雅各书我们从第4章开始，就是在处理教会世俗化的问题。雅各书第4章第4节就说：“岂不知道世界跟上帝，岂不是我们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成为上帝的敌人吗？”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啊，世界跟上帝彼此是敌对的一个关系。雅各要大家注意，第一个世俗化的问题就是人在物质上面追求过头的去追求物欲上的需要，为了满足自己。雅各说，雅各形容什么样一个情形？就是好像我们白体，我们身上每一个。刚刚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用心代表我们的全所有，我们来敬拜神。可是我们也用我们的心跟全部怎么样来交战，彼此好像一个战争一样，我们来交战。我们发出了一个讯号是什么？不够，不够，什么不够？我的名声不够，我的地位不够，我的钱财不够，我的位置不够高。甚至我发出一个信号是什么？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我要更多什么？我要更多更好的工作，我要买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钱永远嫌不够。在这样交战，我们自己在这样私欲交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贪婪、嫉妒，以至于我们让罪恶辖制了我们啊，造成我们内心其实有很多的不平安。其实这个也不是现在社会上面普遍的一个情况吗？很多世俗的价值观觉得现在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位长老更早年代，离婚哪是这个，或者是说吵架哪是那个，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情感上面，许多的上面超乎我们以前的想象。世俗的价值观也危害到我们这个信仰团体。我们常常看到某教会的一个长老，把教会建堂的基金2000多万直接拿走。教会的干事应该是存在银行，礼拜天完存在银行几10万拿走。甚至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因为生意的需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借贷，当自己生意垮了，落跑了，造成了很多信仰群体里面的不安。雅各继续要处理第二个世俗化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就是夸口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3节。今天的经文13节，来，我们请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1年，做买卖赚钱。注意，我们也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注意"这2个字，这个代表是一个警告。警告就是有人说，就是常常有人，我们常常讲有人说，有人说，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群体里面有人说，有人说到底是谁说？有人说，今天或明天，代表在强调生命啊。今天或明天代表的是生命。我们要往某一个程序，它代表在计划一个事情，在那边住1年，代表是1年，代表是一个时间。做买卖赚钱，他们要满足他们的一个需要。这些生意人对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非常有信心，他们都已经计划好的，并且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预定的时间，他得到他们的报偿。我们常常也很看到很多的 sales 在推销财经的，你这个投资有几%，一定会回本，怎么样？哪一只股票，我们常常点上去，
哪一只股票一定赚钱。这些生意人，他们运筹帷幄，他们等待他们的事情完成，他们人生每一步他们都算得好好的。世俗化的世界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人自以为是，依靠世界的智慧。如今这些人就是有人，这些人是生意人，他们用嘴巴傲慢的夸口说：“我可以自己决定我的生命。今天或明天，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时间。我们要往某城在那边住1年，并且他们用他们许多成功的经验，继续生活赚钱，不断的成功，然后得到他们所想要的。这个不是从小很多一直叫我们一直从小打拼，我们要得到出社会之后，我们要得到某一些的东西。”好像成为我们人一生要追寻的一个目标。我们都活在一些人不晓得是谁帮我们设定好的一些框框模式里面，我们都就一直在那边追求。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像这些生意人的心态、想法，我们想要以人的计划、成就来夸口我们的人生？有时我们自己夸口，有时我们的家人会来夸口我们的孩子怎么样。牧师举例好几次，我们常常回我们家乡，听到都在夸口，就某某人说会不经意的就夸口说，我的孩子在台湾读一个台字辈的学校。这边马上反击，你们读台字辈学校，我们的孩子在台字辈的公司上班。互相的较劲，互相的在夸口。约翰一书2章16节讲到，今生的骄傲就是在讲夸口。自古以来，我们人人想依靠很多的东西，好的学校、好的工作、更多的房子，甚至有一个地位跟位置，甚至一定要依靠好的一个计划、投资、保障，这样好像我晚年才会有安全感。就像常常有人在教会里面夸口，这个位置没有我不行，教会没有我不行。当我们人在夸口的过程当中，在某一部分是用我来取代了上帝啊。当在夸口的时候，其实是取代了上帝，我们藐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这样夸口其实是延续刚第一个世俗化的，他是想要满足他更多他个人的欲望、虚荣心。但是他却不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渐渐陷入的第一天的14节所说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我们人对生命的本质一直的认识都很有限，或者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只是不想真实的面对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从这几个月箴言传道书一直下来，都在谈智慧人、愚昧人。我们常常想用世上的智慧，然后当作那个愚昧人。我们难道不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其实跟云雾一样啊。大的云雾，你可以说天上的云啊，你可能看了很多，一下子就不见了。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以前烧水那个水蒸气上来，当你一转头，水蒸气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像这么短暂啊。可能弟兄姐妹可能说，是吗？南部的一个大火，我想那些爸爸妈妈，孩子去上班，那些消防早上去上班，可能跟他再见，然后去上班，他不晓得他今天回不来了。我们生命的本质其实是这么的一个脆弱、渺小，生命非常多的变化无常。生命其实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明天会如何，
人没办法做主。坦白说，有哪一个人可以夸口，他明天可以还好好的活着？人其实是没有力量去决定改变什么。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要在我们有限的生命的日子当中，寻找那个真正让我们不再为生命的挂虑那个智慧呢？感谢主，今天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愿意指引我们一个方向，并且他会带领我们自己去处理世俗化的问题，并且帮助我们找到上帝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看15节。好，15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我们应当要这么说，可是刚13节怎么说呢？13节是有人说什么？明天后天，我要去某一个地方花1年的时间赚大钱。雅各书说，我们应该像15节这么说，我们应当这么说：上帝主，你如果愿意，我就能够活着。主若愿意，我就能活着。这是一个很强烈对比的2个经节啊。13节的经节带领往一条死路，但是第15节完全不一样。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是说，我们对生命的本质，我们开始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像云雾一样，很快就会消失、短暂，以至于我们愿意怎么谦卑悔改。主，如果你愿意，代表人开始愿意从内心里面来尊崇上帝，知道他是掌权者。就在这一个时刻，当我们下定决心，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要来翻转，得到改变。我们一个礼拜有6天的时间在世界，甚至精确来讲是7天。我们来教会顶多不会超过2个小时、3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接收世界上给我们的价值观，一直接收，不管信息媒体。每当再一次来到教会，就是我们再一次复活的机会。当我们下定决心，主，你若愿意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重新得到救赎、得到更新。因为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怜悯的爱，它会充满我们。当我们被世俗的世界的东西充满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会把那些世俗的东西除去。当上帝把世俗的东西除去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过去辖制、伤害我们的东西，那些让我们惊慌、让我们害怕，那些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伤害，那些东西会被帮我们除去掉，也会帮助我们除去掉什么？我们对物欲那种贪婪啊，甚至我们很谦卑，不再那么夸口。弟兄姐妹，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就好像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从今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主，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弟兄姐妹，上帝对每一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其实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呼召。上帝也透过很多不信主的一个弟兄姐妹在帮助我们。只是因为他冥冥中他有认识一个神，但是他不认识上帝。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么说：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人。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其实非常的深奥，也非常的有盼望。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承认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为自己。
我们就不再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但是我们不再单单为在盘算自己的好处。我们应该不用去挂虑，不用去害怕。我们明天要做什么？我退休了要怎么办？我没有地方可以住。我很少听到马约翰牧师，他几乎丢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来到这边，他都是租房子。他就是上帝给他的旨意，他的呼召，他去做。我没有他听到跟我讲说，啊，我如果退休的，或者我要住哪里？我们要依靠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判断，来行好事。在主呼召我们的位置上面，我们不管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社会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早上阿环姐跟牧师说：“牧师，我应该早点读雅各书。”我说：“哇，你信主那么久都没读雅各书吗？”他说：“当初有读没懂。”他说：“如果我早点读雅各书，我懂的话，我就不会在这么多年来，我用很尖锐的语气对待我丈夫。我应该用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去帮助他。他也不是愿意这样子。感谢主，求神给我们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尽忠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耶稣的模样。我们在那个为主做见证啊！感谢主，这次的见证音会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快一次，已经有4个人哦。本来干事给牧师周报的草稿是10月底以前怎么可以报名哈？我们已经删掉了，不能报名了。你现在想见证也没了哦。我们4个已经额满了，4个已经额满了。我们教会建成教会，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要让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有基督、有爱的一个地方。今天的经文在这提醒我们，不要夸口，我们要夸的是夸主耶稣基督，并且当我们得到领受那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行善事，我们从善受起。最后，牧师要透过经文的17节，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谓的行善，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社区，我们要爱邻舍如自己。我们要让这些将近100位一个家庭的弟兄姐妹的乡亲，他们可以感受到从我们的所言所行，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我们都知道这个好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就有罪了。牧师要来分享美国的一个差会在台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节牧师从今年受托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成为财团法人基督教美国长老教会的董事，简称美兰差会。我们知道，台湾初期很多的宣教师，从100多年来，从马街来这边建立医院、成立学校，帮助台湾整个一个地区。当台湾的教会慢慢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慢慢退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将许多的财产留给长老教会。总会，我们那个这种宣教大楼也是美兰差会留给我们。如今还有台中的一栋宣教大楼，16层楼，还有花莲、义里几个建筑物。美兰的董事要做什么？责任就是要监督管理这3栋的财产。财产重不重要？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听义节牧师讲过了嘛，哈。现在那个赵明，你也是我们建成基督长老教会的董事哦，你也是董事哦。啊，没问题的啦，我们这边不会怎么样。牧师讲过哈，之前百灵教会哈，整个教会就被这些董事哈，然后脱离长老教会，他们全部拿走了哦，把整个财产移走了哈。这个3栋建筑物很重要，就是要做宣教，并成为在地的帮助跟祝福。义节牧师7月份的时候去参加台中的宣教，到了大楼吓了一跳，
一栋有1到16楼，里面除了几个楼层对外出租，有2个楼层30几年来，30几年成为在台中地区读大专的学子他们的宿舍，用很便宜的2个人1间租给他们，然后有专门的人在带领他们。这栋大楼里面有将近10几个教会机构，在一栋大楼里面，有展望会，有伊甸基金会，有原住民的教会，各族群的教会，有平地的教会，有客家的教会，甚至有韩国的教会在里面。我们通过很便宜的租金租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宣教的事工。前几年有一个泰雅尔中会延春教会，他们来募款，记得吗？他们是来募，那个时候说来募钢琴啊，好，买一台中古的钢琴3万块，教会买中古的钢琴3万块。其实那时候他们的经常会是不够了，感谢主，因着我们的爱心，他们现在教会站起来了哦。他们现在有做文件站，哦，就像我们的关怀祭典啊，文件站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感谢主。上个礼拜25号，上个礼拜礼拜1、礼拜2，我跟志梅牧师，我们有跟了董事会，我们一直到花莲，坐了6个小时的车，从这边到花莲坐6个小时，再从花莲坐到玉里2个小时，参观完再从玉里回来到花莲又2个小时，非常的辛苦。牧师不知道玉里竟然这么偏远，我们在玉里那边有2个房产，很便宜很便宜，租给一个叫做加密山教会。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已经几10年了，1个月8000块，好几百平，一个月租他8000块。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他们从儿童的客服一直做到老人，甚至怎么样做一些文创跟地区联络。这一栋的房产的对面，租给一个牙医师。租给牙医师之前是租给门洛教会，后来门洛教会离开之后，就租给这个牙医师。这个牙医师在那边20几年了，是一个义理教会的一个长老。我看过最棒的牙医师诊所哈，就是一般一层楼盖的那种诊所，然后有大概100平的花园，啊，就说你在拔牙齿很怕的时候，你可以去花园逛一逛啦，啊，这个诊所的哈，这个牙医师跟我们分享。在玉里哦，往北往南各50公里，没有一家牙科诊所，没有一间牙科诊所。他委身在那边20几年，我们其实也用当然因为比这个对面那个高一些的租金租给他们做宣教的事工。牧师常常在想，在参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那些宣教师，上帝呼召他们来到台湾做那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在他们位置上面尽忠，他们起了贪婪的心，把那些土地卖掉的话，如果当这些宣教师离开台湾之后，把这些产业移给我们，这30几年来，我们这些受权衡的这些董事们，如果没有在位置上面忠心，我们魏长老之前也是很忠心在真理大学的董事、马偕护专的董事，如果起了贪婪的心，就好像我们常说很多没见证，就是马偕医院的董事，好多人讲真的进去当马偕医院的董事，听说了这个董事只要可以决定一颗药要不要采购，一颗药就可以有1亿的利润。你看在医院里面，所以这些董事其实我们要很忠心的。30几年前，台中宣教大楼后来重建，在过程当中，其实 Holy God 在，听说中间有发生的问题，差点整栋宣教大楼被拿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呼召我们的位置上面，我们忠心的服侍，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多很多美好的一些见证，一直一代一代下去。
台中的宣教大楼在那边很多的学子，我不晓得，赵明以前有在那边租过房子吗？没有哈。很多人有在那边住过，帮助他。如今义节牧师也当这样的一个管家，我也是要尽起我这样的责任。弟兄姐妹，世俗化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绝对超过我们想象得到的。因为我们24小时都在这个社会，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强大。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生命经过时间不断的淬炼，当我们渐渐有年岁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的了解人生好坏的变化。我之前讲过，就好像一段悲喜交织的旅程，人生的旅程一定会不断的面对许多的挑战。夫妻、男女朋友啊，我们这婉柔啊，婉柔跟小贾哥，哎呀，欢迎你哈！在1月6号就要结婚了，很开心哈。但是结婚之后是挑战的开始，牧师语重心长跟你讲，对挑战的开始哈。虽然啊，但是就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挑战，我们更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不要夸口自己，我们要夸口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重新让大家对教会有信心。我们最近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的那个适婚的青年啊，都娶了很好的太太啊。那宇轩现在交了很好的男朋友哈，义节牧师也蛮喜欢的啊。他如果来打篮球，但是他不打篮球，他打排球嘛哈。足球，足球，不好意思，足球哈，你们两个很重要。我们如果没办法行出来，小贾怎么会来认识这个耶稣？怎么认识教会？婉柔，你要让有一天小贾说：“婉柔，我要去信耶稣，因为这个光太强了，这光太强了，能够解救我。”啊，肉鱼也是一样，就像当初我跟志梅牧师也是一样哦。我们生意失败之后，上帝也是让我们引领我们到了教会，我们就哇，我们是找到一个救命的绳子一样，你知道吗？我们赶快把以前的那个旧的信仰赶快丢掉，赶快来到教会，寻找那个生命的光一样。期盼我们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教会真正能够重新在这个世代里面，可以成为这个世俗里面的一个明灯，指引大家可以走那个有盼望。农历刚过，很多的我们台湾的乡亲有很多的不平安，不够，他们常常有很多的不够，很多的不满足。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得到满足？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没办法找到一个真正可以他们就好像一只船一样可以靠岸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是多大的福分，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如今欠缺的是，我们要将这样的生命活出来啊！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好几次，我们社区的长辈每次看到义节目说：“牧师你怎么那么喜欢笑？你不要再笑，你再笑下去呢，那么你的皱纹就越来越多了。”我就真的很喜欢，很喜乐。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全心、全所有，当我们来给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给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失去了，反而将我们会从上帝那边来将我们的心意更新。接下来我们让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一起站立的来唱。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细与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磨练，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细与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磨练，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会真诚。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牧师要想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昨天牧师一边写讲道篇的时候，一边在听龙兴教会的华语礼拜，有一个青年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在科技业，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对大家讲：“你觉得财务是你的？是你的吗？”当然，他们公司是一个800人的一个科技公司。最近老板跟他们说：“你们都很棒，但是我们需要600个人。”也就是说，有200个人陆陆续续被裁掉。所以他们这阵子非常的紧张。当你被叫到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出来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同事都在哭。然后就会请你离开。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其实跟云跟雾一样。我们也以为我们可以做那做那，我们常常讲我们不够，我们还要更多。我们也常常夸口，我们有的地位、身份地位，我们赚的都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就如这个弟兄见证了，当上帝要拿走的时候，你就不见了。愿主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帮助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帮助我们全身，我们是来赞美上帝，我们来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用我们的全身一天一直想着我们要怎么样更多更多，让我们自己更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加上会后诗。一起来，嘿，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欢
欢你们 ，Come o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的父爸爸。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大声了，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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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礼拜这里结束，大家会后可以彼此请安交谊，关心一下新来的朋友。好，谢谢建成乐团，谢谢。